正道题目是求主真道，互我活起来，请总牧师。所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台湾新学院的纪念主日，咱要伫这个所在做伙来思考神学教育甲教会的关系。若无有神学的反省，就无有基督教的教会。我阁讲一解，等一下我会甲咱说明。若无神学的反省、信仰的反省，就无有今仔日的所有的基督的教会。因为这就是宗教改革的开始。所以神学教育就是咱的教会生日的一个真要紧的源头。所以神学教育毋是一种的财物，神学教育是一种生命的传达。但是牧师要通过咱今仔日神学生的见证，以及圣经的话，咱做伙来学习。伫咱要做伙领受进前，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阮伫你的圣殿分别做圣，伫这个礼拜中间，独独你做主，你伫阮的中间得到应该得到的荣耀。当你组织阮做你的囝儿，伫你的圣殿来敬拜你的时，恳求你将你活命的话，以及圣神的光来光照伫阮的中间。互今仔这个礼拜，真做一种生命的造就，也真做人看见你荣耀的时刻。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我个耶稣的圣名，阿门。一个神学生的栽培甲养成，毋是伫神学院那点，伊对细汉伫伊的爸爸妈妈的厝内，伊的信仰，伊的品格，拢已经决定着伊将来要成做什么种的传教者。咱参与神学教育，毋是干那奉献，嘛毋是干那大道。咱参与整个神学教育，就是互教会成做神学教育的一个网络，一个网。因为所有神学生拢是对地方教会，多数啦，当然有第一代基督徒，但是所有的神学生拢是对教会甲家庭所感动出来。所听兄弟姊妹，如果若有一日上帝要用你的孙，还是上帝要用你的查某囝，你敢有尽心栽培伊敬畏上帝，尽心尽性尽力，来真正将伊的生命的主权来交予上帝？所以关心甲参与是今仔日咱的礼拜中间的一个真要紧的开始。神学教育毋是干那神学生的专利，宣讲神学嘛毋是干那神学院的老师伊的主权。因为神学就是一个生活，神学就是一种的主张，神学就是咱对信仰中间，咱想要讲，咱想要活出来，迄种的主张。所以神学有真无同款。像着家访，你拄则有报告讲，感谢上帝赏赐神学院立案，所以神学生就会当得到一个政府认定、社会认定的证书。我无拄安尼想，因为牧师所需要互认定的，是上帝认定，毋是教育部认定。牧师所需要的，毋是迄个文凭，是真正迄个生命的内涵。我毋是咧反对神学院，伊需要立案。立案的目的甲动机绝对毋是为着要好将来牧师会当摕到国家的文凭证书，毋是。因为若有上帝承认，我毋免互这个世间承认，我犹原是上帝的路棒。神学是一种的主张，对起头开始，咱的教会就是一种对神学的反省来建立的教会。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礼拜所听兄弟姊妹，
牧师每一摆查经，每一摆讲道，拢甲恁当作恁是神学院的学生。恁应该爱伫上帝话顶悬来得到真正的智慧。神学教育毋是干那伫图书馆写，神学教育嘛毋是干那伫神学院。神学教育就是伫囡仔摇篮，伫教会主日学，就咧开始。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所听的日子们，咱今仔日的礼拜就是一个神学教育。咱咧反省，咱逐个人拢真爱将来若聘牧师，会当聘到一个文武全才，全方位，佮缘投，佮乐，口才佮好，佮搞讲道。世间可能无这种牧师啊。但是咱若爱将来地方教会每一间教会，拢会当有好的牧者，咱应该爱支持神学院，包括台湾神学院、台南神学院、玉山神学院，因为神学院是一个消费的机构，不是生产的机构。1300间的教会做伙支持3间的神学院，互神学院有后顾之忧，互神学生会当得到上好的一个信仰的学校。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日的礼拜，咱要定心祷到上帝的话。所以伫今仔日的礼拜，咱通过见证，咱看到一个少年人怎样伫上帝的呼召中间来改变伊人生的跑道。咱来听见神学院内底所有的需要甲欠缺，但是咱嘛看到。咱要怎样伫一个地方教会内底准备，将来检查咱中间这少年人有一日会通有出神学生甲牧师。咱的教会过去有这种的传统，将来嘛应该爱有这种的传统。但是你唔通大家人拢走去读神学院，因为大家人拢走去读神学院，大家人拢做牧师，就无人做会友，当然无可能啦吼。但是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通过神学，咱问咱家己讲，我的信仰敢有影响我的生活？我的信仰敢有改变我对生活的价值观念的定义？肖家宏同学，伊讲起伊伫人生的第一礼物，伊出社会时是伫一个精品店咧工作。这个职业是咧满足台湾人迄种奢华的欲望的满足。兄弟姊妹，咱的生命中间，咱敢有因为咱的信仰和咱的生活的价值观念有所选择？神学是甚么？神学通过圣经的希腊语后来成做欧洲上界普遍的语言，叫做拉丁语、拉丁语。伊是两个字根连做伙。神学的意思，头一个就是上帝，第二个就是话语。所以意思，神学就是咧讲上帝讲过的话，这是头一个主题。所以神学就是咧解说上帝讲过的话，神学就是咧宣扬上帝讲过的话。第二，当咱听到上帝的话了后，咱换做咱的话来讲上帝。我安怎讲我所相信的上帝？这就是神学。囡仔嘛要讲上帝的偌伟大，我的上帝偌伟大，遮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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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囡仔的话就是这样简单，用咱的话来讲上帝，这嘛就是神学。所以囡仔会讲上帝，咱中间80岁才来信上帝，100岁才来洗礼阿嬷，因嘛有因对心内的经历甲体会来讲上帝。所以神学是什么？咱的教会一开始，咱的教会的名叫做长老教会。咱的教会的开始是对一个叫做约翰加尔文这个人，上帝互伊看到伊家己的母会就是天主教的教会，有无够起来的所在。伊知影上帝的圣经话命的话，应该互所有的人
拢有机会单独个人读圣经，所以因感觉圣经应该尽量翻译，翻做英语，翻做德语，翻做法语，毋是干那用列典语。所以，甲真侪遮的初代教会宗教改革的，包括加尔文，包括慈运里，因就主张讲应该真正式来翻译圣经，互大大细细拢有一本圣经通读。但是当时的教会无安尼想，所以后来教会就产生两种的教会：天主教甲基督教。约翰加尔文有一个足大的心愿，伊想要为着上帝建立一间会当影响欧洲的教会。伊想要为着上帝建立一间伫欧洲所有的正教会中间有影响力的教会。后来，伊对伊的故乡法国走去瑞士的日内瓦，伊伫日内瓦顶悬，伫当时的彼得教堂，伫保罗教会，这个教会到今仔日还伫咧。所以约翰加尔文伫迄个所在，一方面讲道，一方面就开课。所以神学教育就对迄个时阵来开始。有一个愿望，一间有影响力的教会，伊就会影响一个都市。伊盼望这间教会会当影响日内瓦这个都市，互日内瓦这个都市会当真侪全欧洲足有耶稣基督的话、上帝的话的教会。所以，一间教会影响一个都市，一个都市影响整个的欧洲。有上帝圣经的话带到德堂，所以德堂教会受建立。后来100年后，德堂这个砖头就受上帝话语的洗礼、的祝福、的改变，同款。500年前是安尼，今仔日嘛是安尼。所以伊的愿望嘛，就是咱长老教会共同的主张。所以这就是神学，这就是呼召。甚至伊的讲道真侪一个足有影响力的。有一日约翰加尔文讲一篇讲道，讲黑夜过后必有光明。伊用约伯记17章12节，伊讲当黑暗离开的时，光就来。上帝若来，暗时就过去。当伊讲到这个讲道了后，后来这个信息传到伫日内瓦各所在，你敢知影？迄个讲道的题目后来就互人印伫当时的迄个日内瓦的银角仔顶悬，一直到今卖。After darkness, I hope light。就是讲伫这个黑暗暝，我的脚步上帝生命的真光。所以你想，这是神学啦？神学毋是一种足抽象的哲学，毋是。神学就是当咱伫黑暗中流目屎、孤单吐气，咱问讲上帝你伫什么所在？上帝忽然互咱感觉，咱无孤单，上帝的光就带咱。愿天要上帝帮助。约翰加尔文伊伫伊一生的工作中间足伟大，伊的讲道无主题，逐礼拜徛上讲台，圣经摕起来，就甲咱问讲顶礼拜咱讲到倒，然后接落第2节、第3节直直讲。所以约翰加尔文伊留真侪伊的讲道集，几乎规本的圣经逐章逐节，真伟大的讲道者。伊一生甲伊的囡仔3项代志：第1项读圣经，第2项解说圣经，第3项画出圣经。我阁讲一摆，读有圣经的话，咱若袂晓担着上帝话语的滋味，责任就是父母、中级甲牧师的责任。中级牧师甲父母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将圣经话命的话的甘甜讲互你的囡仔听，带你的囡仔读圣经，然后互你的囡仔会当解说，真清楚将上帝的话讲互清楚。第3，咱的生活的品格就是讲道篇，
你敢知影？约翰加利文其实伊没有什么花俏，但是伊就是安尼足扎实，安尼咧做伊的神学教育。兄弟姊妹，咱无法度想象伊的神学教育有偌大影响咱。大概有108个法国囡仔对法国来瑞士，对约翰加尔文、约翰加利文读圣经，因为法国甲瑞士是隔壁国家，是亲像中华关甲台中关安尼，过就到啊。所以有100几个法国囡仔，照圣经的记载，毋是圣经记，照当时历史的记载，这些囡仔拢中产阶级，就是讲小康家庭，经济得过，但是咧问人生的方向，因对真多圣经的疑问咧找答案。所以这100几个囡仔来到瑞士，对约翰加利文读圣经了后，因无几年就倒去伫法国。108个中间有7个囡仔死伫宗教改革被迫害。所以神学毋是足浪漫的哦，毋是。基督徒的宣告嘛，毋是足浪漫的。从此以后过着幸福美满快乐的日子，毋是。神学教育甲宣告是带着血泪、勇气、牺牲。你敢知影？伫10年的中间建立2000几间的长老教会。除了初代教会迄种爆炸性的宣告的力量以外，上帝话伫什么所在，什么所在就产生影响。你敢知影？其中有一个学生毋是法国人，但是伊对约翰加利文读圣经了后，伊倒去伊的故乡叫做苏格兰。这个人的名叫做 John Knox， 约翰诺克斯。约翰诺克斯就是苏格兰的教会之父。苏格兰的长老教会就是对这个人的生命开始。后来伫19世纪，苏格兰的教会差派几位的宣教师来台湾，李修牧师、马雅各医师、巴克利牧师，因拢是苏格兰 Glasgow 大学神学院毕业的神学生。一个约翰加利文伊所做的神学教育，影响全世界长老教会，特别影响今仔日咱的教会。所以兄弟姊妹，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知影，什么人会当做信用好的老师？我感觉，伫人生中间所有的老师，无拄拄10个拢会当相信。歹势，我安尼讲，可能对我的老师足无礼貌。但是咱会当尊敬咱的老师，但是咱无一定需要盲目的跟随老师，因为咱只有一个主，就是耶稣基督。如果咱的生命老师脑对耶稣，咱就要认真对；如果咱的生命老师，包括咱的父母，若无认真跟对耶稣基督，咱要小心，因为这就是信仰。路加福音第1章17节，天使对玛利亚讲：上帝话无一句话无带有力量。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有力量、能力。其实圣经这个字原文不是在讲能力，伊的意思是 never impossible， 就是讲上帝话无可能。足水的一句话。上帝话所讲就是 possible，promise 应允成就。所以兄弟姊妹，上帝话就是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天父上帝用伊的话帮咱的心，然后将圣神赏赐给咱，互咱真正知影讲上帝话就是活命。帮助咱，所以你姊妹，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思考咱的生活，咱面对咱家己内底的需要，然后咱问咱天顶的上帝：我的需要有健康吗？主啊，我需要什么？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帮助咱。今仔日的圣经，无论是旧约、新约以及金句，所以你姊妹今仔日读去了后，定个定心，甲伊放做伙读。
上帝的话是活的，上帝的道是活泼的。和本讲，上帝的话是活泼的。这个活的这个字本身是一个足水的字，伊就是活命。上帝的话本身不是一种的知识，不是一种的学问。上帝的话本身就是一个活命，是有功效的。当上帝对人讲话，是你心内的念头，你的主张，就得到挑战，就得到医治，就得到鼓励。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上帝的话是活泼，这个活泼这个字，伊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充满了生命力。所以当咱来读圣经内面，咱读圣经了后，咱感觉心内有讲袂出来一种的感动，有时会流目屎，有时会感觉有一种的激动、热情。迄就是上帝的话伫你的内面像汽水泼一个，汽水敢若迄个拍开了后，你会发现，迄个二氧化碳就对迄个甜甜的汽水就开始冲出来。上帝的话活泼就是安尼。所以这个字本身带含上帝的话是有医治的力量，上帝的话会通安抚人的情绪，和忧伤、焦虑、烦恼、孤单，拢得到伊的生命的陪伴跟力量。所以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无论是119篇或者诗篇19篇金句，伊拢讲到上帝的话会互人心神活起来。使我的灵魂苏醒，有无？诗篇23篇，上帝互我的灵魂正因为着伊的名，带我行伊的路，活起来。我以前是拄久，我以前是无无明，但是当上帝对我讲话了，我忽然感觉亲像日头照落来，我皮肤小可有烧烫的感觉。主帮助咱，上帝话会互戆人有智慧。上帝话互人目睭越走无看虚假，上帝话互人脚行伫正直的道路顶悬，较有遮尔奇妙，是就是遮尔奇妙。所以约翰加尔文毋是咧解说一种的哲学，约翰加尔文将上帝话讲互遮个囡仔听了，遮个囡仔连死都毋惊。求天父上帝帮助咱，这就是苏醒啦。伊讲，互你的心，互人的心活起来。人的心，英文的圣经改翻作 soul。其实灵魂甲 spirit， 灵甲魂 ，spirit soul， 灵甲魂，一个是咧指上帝圣性充满的心思意念，魂是指人的七情六欲情绪。所以圣经讲，人的心是咧指人的灵魂、欲望甲情绪。原来伫每一摆做礼拜，咱爱带有较无的心，甲主讲：主啊，对我讲话。你爱准备哦，咱爱准备。一个无准备心要听讲道的人，伊真困难。伫迄礼拜得到圣经的祝福，为什么？就亲像咱内面这个心，是一骹要种花的花骹，但是你用的土是一个无用养分的山，咱的生命就无法度成就上帝遐尼宝贝的福音伫咱的内底。咱的生命若要成长，比如上帝的话叫做宝贝，咱的生命爱准备，咱的灵魂需要有上帝。主耶稣基督救恩伫咱的内底，伊讲醒起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悔改啦，回头是岸。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人生的道路顶悬，若行着路的人，正确的路的路，你就勇敢向前行。但是说书上帝若用伊的话来考验你，来责备咱，咱应该爱听听看。细字，所讲我的囝倒来吧。愿咱伫主的面前，咱的心得到安慰。
伊讲上帝话会互人的心欢喜、幸福的感觉。这句话意思是，互人的生命、互人的心欢喜，就是讲上帝话会互人对心内感觉讲，世间的所有的荣华富贵，拢无比上帝这个时阵所享受应允互我，迄种的满足的喜乐。伊咧讲人的心，这个英语圣经改翻做 inner man，inner 就是伫你的内面的迄个魂，伫你内面的所有的感觉，甲你的情绪，或者你感觉你是一个幸福的人吗？你感觉你是一个满足的人吗？那阿妹的人，上帝大大祝福你，你也甲保护掉，唔通互抢去。你也甲上帝讲更多更多的满足。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中间，若说事有人感觉讲啊，我的人生实在充满真多快乐。求天父上帝怜悯帮助。上帝呼召咱做基督徒，伊的本意就是要互咱快乐，互咱享受信望爱。做一个基督徒应该得到一切的幸福甲满足。主帮助咱，所以最后牧师要甲咱分享的就是，通过今仔日的礼拜，咱每一个人拢为着家己生命祈祷，爱学习生命的祷告，用上帝的话来建立你的灵命，用上帝的话来建立咱的信仰的态度。就亲像一个好的老师约翰加里文用伊的话来教育学生。你敢知影？直到今仔日，我做恁的牧师咧讲道，对我上有帮助的，这个讲道的圣经的解经，就是约翰加里文的解经啊。你唔免出钱，只要你若要读英语。你唔免买，因为网络有规波所有的。为什么牧师会爱用伊的解经？是伊是一个真够解说原文圣经的牧师。伊圣经摕起来，旧约就是希伯来语，伊唔免读字典，伊就摕起来，伊就有能力一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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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像牧师拄则咧甲恁讲，啥物叫做活命查某。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伊本身就是一个有亲密圣经的造就的人。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日，咱的祈祷是安尼。主啊，带我行应该行的路；主啊，带我做应该做的事；主啊，带我想应该想的思想意念；主啊，教我的嘴，互我讲应该讲的话。主怜悯帮助咱。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得到觉醒。所听的姊妹，希伯来书5章12节，伊讲：恁伫教会遮尔久啊，恁早都应该做长老啊，恁敢知？所听的姊妹，咱啊，逐个人拢做长老，就无人做会友啊。但是圣经的意思是讲，照恁伫教会的年资，恁受造就的这个时间，恁应该做老师啊呢。但是果不23章，唔知影，恁要阁做一个未大汉，无法度单独读圣经，无法度单独祈祷，都爱人饲，只有食奶袂当食大牛的人。所以的姊妹，咱花咱的心讲，主啊，怜悯我，我不爱做这种的人；主啊，怜悯我，我不爱做这种的基督徒。无一定爱做长老，无一定爱做牧师，但是我要做一个，要信上帝就信明明白白。我若要做基督徒，我要做一个清清楚楚。我的信仰是一个有根基，我的信仰是一个有活命、有喜乐。阿们嘛，恁阿们的人，上帝祝福恁。大胆甲上帝讨讲，主啊，帮助我。互我伫你的怜悯的中间，长大成人，心窍习练通达，能辨别好歹。一个基督徒当上帝话若入来，生命无可能无改变，除非你否定上帝。一个基督徒听讲道、查经、读圣经、灵修，无可能无改变，除非你是应付。
来应付上帝甲你的关系。做人民帮助咱，互咱亲像代表讲，我要彻底遵守上帝你的话，专心接受。阿们吗？你愿意互上帝的话做主张？主啊，你的话永远不打折，无论今仔日这个世间怎样改变，你的话永远不变。一个足出名的牧师叫做唔是巴克利，叫做考巴特。这个人是伫我生命中我信仰的旅程中间真有影响咱的人。三代的牧师，伊阿公牧师，伊爸爸牧师，伊也牧师。伊的爸爸嘛是神学博士，伊嘛是神学博士。伊的爸爸甲伊讲一句话：独只有信上帝，唔通信科学。伊的爸爸毋是叫伊做一个反智，就是讲反对知识甲科学的人，毋是。伊的爸爸甲伊提醒讲，科学绝对袂通关过上帝，因为上帝创造真理甲宇宙万物，所有一切的智慧拢是伫上帝的手中。所以上帝关过科学，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互考巴特伊伫做新人院的老师，产生真侪一个影响世界足要紧的人。伊毋是所有的神学拢是正确的神学。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做伙做学生，牧师甲恁做伙，咱做伙学习。独只有圣经是咱的教科书，独圣神是咱的老师。兄弟姊妹，神学甲教会就是这个意思。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主祷讲，主啊，求你帮助我，互我的目睭我走无看虚假，互我活伫你的圣经话语中间，直到永远。愿上帝话成做恁家庭家族到代代无尽的祝福。咱同心来祈祷。求主怜悯阮，求主怜悯阮，求主开阮的心窍，求主开阮的耳孔，求主开阮的心目，求主用你圣神的火烧热阮的灵命。感谢阿罗尼，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求，阿门。